议员黄兆辉表示，永康炮后预计伫今年底将迁徙到关庙新的营区，而早前规划永康创意设计园区，嘛将开始进入施工的阶段。不过，真侪市民可能还无清楚该园区未来有啥物款的用途，对此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。提出甲市府相关单位来探讨，在等他们搬迁的过程当中，但是希望我们已经做好了规划设计，那今年就要送都市设计审议，那审议通过之后，我们就是明年初就可以来开工。OK， 大概明年初就会开始开工了哈。是。那我们大概预计多久会这个基础建设会做完？跟议员报告，在地政局这边是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做，就是说，因为它的全区面积非常的广大哈，扣掉一期的部分，二期都还有差不多69公顷多哈。对此，市府地政局长陈淑美表示，目前已经完成永康创意设计园区的规划，未来将依照计划来动工。期间嘛举办公听会，朝向规划商业办公室、金融、甲着创意休闲相关的产业进驻。伫咧开发的过程中，嘛会先开放南边部分的公园绿地。和周边的居民享有休闲的空间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